会当修。咱唔能讲当然修就是一挂问题，这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桥梁，咱一定要拿这问题。但是这问题这是一个桥梁，你会去了这个问题，你才能留意了迄个你真正爱的物件。所以咱学校讲是就讲，较实际。这部经典真正不可思议啦！如果你若会当得到这个物件，那安尼你若得到真正发生了后，有所重用处分，有我所重用处分，结婚不结婚，千万结婚。这讲起种数量啦，拢完全数量来自于算到比如不可结，你咱用什么啦？会当有比如啦，你无比如啦。3月份、中月份、后月份的性命，来比如不及，3天在这世界七宝比如不及，幸好所七宝来比如不及，咱知影？因为这传统有上物件，拢总是最法，爱知影？因为这种是一个这种是一个新的法的物件，所以咱今天来讲进入了真正真实的清净方式，这才是真正。咱讲的，迄才是真正正常的法，迄是正的法，所以这来了解好。咱做到后边伊再继续讲的吼，说的好的，若见人主，显如理，无我法者，优秀其，各种出经，所持公经，我欲胡说者，亦有人文，心之公论，而不是，说我者，当地是经，当地是经义，不可思议。各部亦不可思议。因为这道位，不在强调，就是说的，不是说的，若见能做显如理。这个当中是这个金光经学为上，一点倾向，就参照咱前一里边，学识、摸识、诸佛三摸识，这是一个善巧方便说了我者，优秀其学上出经，所持公经，咱一定听清楚这样判决。有凹无者，这个是什么？这点来判决。你若有凹无者，你不得有凹无者。咱法三学一直强调的，正法、相法、道法、有凹无者。这个经学以相经是拢过来，道文是嘛过来，他是道文嘛过来，甚至道经是伊嘛过来，正正道经无法后边，所以叫做2559。今年泰国的特别关2559年，但讲的这是真当中的讲法，所以叫有凹无者。我是这个人，因为佛法已经拢做了，佛法拢已经就参像咱讲，这已经出来，这个卖酒我现在都是不一样的，要来那这个道理吗？这我是上边不可以是这个现在的时阵，现在的时阵，当然是算这个时阵是正串门时阵，串门的时阵，这个法门叫做高明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呢，你妈研究叫做有娃娃里面的做出这个剑法时期，你知道我当时讲，你不是应该当思维。如来手丢如莲花，弥勒菩萨摩诃萨弥勒我复想你。当进化决时，后500岁，密宗何持佛法经，报不灵神。这是当时咱如来这
莲花一直不得有3道意象，有8种好。这个手，因为是种的好，所以有8种好。所以伊的目牌啦，伊的手啦，伊的拳啦，伊的身躯啦，拢总来讲身有一样相，相有一样好好有一样庄严，所以这个手是看到，你手是庄严的有莲花是看到处理莲花，所以这些呢，这个你的观点所以呢，你这个泰国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大家你看到，观点这个。我那来灌顶谁啊？伊就是当迄灌顶谁，叫灌顶啦。听着这个有够满意啦。伊讲哇，你这灌顶没办法的，从天我达到灌顶嘛所以呢，我听好明天我明天我顾什么？我来讲，当这款变时，当有后月的这款变时，有后月的这款变时。你当何时互我进步？互我进步就是有报什么啊？佛法经，咱讲这个佛教就是三宝嘛咱叫做天光考过学堂嘛，嘛叫做三宝。咱来知影就是佛法经报，我就是讲这个迷业的结婚，所以咱迷业就是咱什么人？没有咱的祖师嘛，就是讲天华嘛，这个老师呢，就是咱的讲道嘛。咱的孙子路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咱来了解这个后面，这是跟进法系咱见到咱你所说的奇闻，所以咱研究的都大概什么样？帮助告诉有可能现在马上就说，今后用出来的确定，我不交锋啦，我不交锋啦你要练要我嘛？我要讲练有够素的，有够爽的你甲讲迄无咱嘛？所以有我是你这个当中得到了这些话，你后当中大家深入那讲有不很臭，冬天不挺湿。若是真正得到这个物件，以泰国的时阵，你这个项目可能那个大，听说来这困难，因爸爸有主刀，困难阿叔无主刀，他是咩？因阿叔万必死，因为啥？好神来，市区啊大，你手袂得管，你话就唔是卡，硬壳壳。这个规身这个我见过，困难给700件，我买这属这个有你个我就在口变化，就不变袂过。我现在在泰国嘛，现在在深圳嘛，袂歹，我在这嘛袂歹，就证明了，不高，回乡，因老家看观察这个乌川那个桥，那个就真的是这个物件。这个叫啥？有后话，但是这不是开玩笑物件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物件。你今天下当是有后话，下当是有三宝生活，这个物件不是无关系物件，所以对来讲当兵是，你了解自己，过去咱拢尽量无用，尽大不过，但是咱爱好我真小干。因为那个有件事，咱前面一个有小心，咱福报无够，咱这台湾咱做袂掉。我大岁呢，以前呢，有食到出个水呢，但是那个看到呢，所以要小心。我受持学生出击，所及攻击，侮辱菩萨者，受持学生出击啊！这是攻击，你来听好，这是攻击我唔合适。侮辱菩萨者，那个菩萨者意思讲，如果是具体的，我做苦贴，我做恩慈，我真正直接甲讲出来，就对了。那个菩萨者讲，我完全把拢无
包装咧甲讲过，有所叫，贴中英文心就公乱，有人听到啦吼，心公乱讲无相信啦吼，那就是咱不接受吼，伊心活中这是这个物件，是什物件？其实众生物件。如果你若甲讲数量啦、以数量啦吼，伊若按照实了讲数量，就是唔相信。你讲古代人是作对吗？现在你若咱受持目前初中来记数里面的东西比古代人较济，以前这你读过看。你讲毕业生啊，贾博士先生，你若受持目前初中来记数里面有探说，你的功力比贾博士较济，你讲你读过看，那以前我为什么来相信？因为常常是讲数量的嘛，讲数据的嘛，对不对？伊唔让迄个情形发生，迄一个菩萨，迄个这个菩萨，迄是一个外国主义唔让迄个物件嘛。无咱若想爱讲古代，咱若想爱用迄个，所以咱用着这个你甲比较，咱现在的话可能答案不合理，咱才了解。虽然讲今日咱会当受持独上出面来去数据。这个道理就是讲，你毕竟你比较什么啊？你定你要有大些情形，唔是讲我这公司比高台有嘅这个其他钱，我这公司比这边他钱，当然咱修学的政府不先生，但是也是好过，所以情况跟第三个第八分啊，就因为第三天才跟这个去做使用过去。是人的福调到所有的前头写出是福的，只有福的值是无那个什么到，这个来讲出来。若有人第三天才跟这个去报，咱好当11月地府的什么样去报物件，11月地府去报。你若是来报信，既然地福这少，所以或者你所有的或者后表。写多，因为伊顺着佛的后表故事，我咧甲你讲介绍，讲真正有介绍，但是后表我咧讲是福的就福的写，是个如来算法的是福的我唔福的写如来你来讲得到，因为你世间头有一个好做的少，有一个少做的多，迄个对的嘛。我讲就有人受人导生出面。来第15节还有有效的我边讲，这其中人讲啊，用福的人一定甲你讲到福的好物件讲，所以这个物件嘛来讲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你一定要了解，你这物件了解无了，你第17分你就行入来，人讲你无来讲，所以来讲，我就有说者，就有人心里公人好你不信，就是好你不信。你们叫好理嘛？有谁讲啊？讲好理啊！那好理好理，要好理的心啊，无遐简单是相信。讲有些故事安尼讲啦吼，讲有一个动物要做迄冰河啦，冰河你听无？刮牛啦，刮迄个牛啦，刮动物拢行过来。这好理听啊看吼，写到这来。我这讲了，这个病来我反正多比较贵，今天滑到水这个，今天滑到水这个，心，你不行嘛，惊嘛，但是咱贵都贵啊，咱现在唔当贵，对不对都很惊啊，都开玩笑，都已经在讲假的，都要报的，就是讲。这是第一要行，你要行的可能人对不对？咱牛啊贵，咱羊啊贵，咱马啊贵，基本上我们都贵啊。今个唔大贵，然后跑到水这里，前面是滑水的，到位这边翻掉，没行的，不前面行完搞不了，对不对？咱就行啦，咱就不行。修车公会当交接，你他们会看到我们在跟你修，他们不会要放水了。我是死人，也袂当食鱼，也袂当食肉，也袂当食肉，袂当吃猪肉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咱若有一个当中，到时间到，
所以我搞你喜欢这个刀，大概就算3毛钱，我你好不止3毛钱，今朝谁啊那个少年，看到能享受到那种皮吧，哦，有帮助的，哦，看到那个享受人家受到受的了呢，你讲受到那个给超前去讨论会，对不对？你也无影直接讲的，对，无要相信。但是咱们说讲民之将术，当然呢，体言良见，当要是讲术啊，体言良爱。到人仍然就是你世间把你的税关搞掉，你就行了。这才是比较好的。伊个就要讲，很多机会，哇，好，那我不结婚才成结婚，所以公路见面，咱看是。咱死人，咱无简单，好，是咯，听到这个时分，所以不得人讲，好你不信，但是比较的调查出来，是我这样，你也怎样？到底是经，到底是经不可思议，根本也好，也不可思议，你也要这个体现，因为伊有经济不可思议，现在这个经济不可思议。因为这部经济是咧讲大宪法，这部经济是咧讲南部宪法，这部经济是讲超前四纪法，简单讲，唔是小宪法，唔是12年的法，伊是讲大宪法，菩萨对菩萨开始讲这个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伊既然这部经济会当互你成佛，会当互你成菩萨。那已经不可思议了，但是能够一定要去相信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去了解，逐啲嚟了解，都只任何一件重要，比第9分到第10分时间解，你爱了解，你若有了解，你比第17分你就听落去，因为第17分头前就讲啊，伊17分我头前就讲，因为好比，为了印度人好比。为了印度，为了好医生，甲第2分，为了印度，为了好医生，这是无相干的道理哦。咱讲在谈呀，这第2分，这第2分的为了印度，为了好医生，这是因为所的你问不得，要了按照先要好这什么，一直在问了，所以第17分为了印度好医生，这是爱调，这还是爱调，所以为了这个。佛陀是望听他讲就好，因为伊个唔单以佛陀最大的讲最大的依靠讲，是第17分，哦，你真的话，这当中，哦，第17分你教我，这个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按就是什么给为了印度人好，你教我哈，不教我，啊，到第2分呢，这个你爱去了解，哦，因为经文的这当中。为了印度人好，这种就对不对？哦，这种就对不对？所以第16分，对第17分，你就开始要讲，这个温柔印度人好，其实你就是真爱去面对，你就是真爱去面对。但是因为第2分的这当中，是因为伊把它叫你相信，你要相信啊，你要相信或者讲的话，啊，这条因为印度人哦。哦，现身如来诸佛萨，如来显复小诸佛萨，现身显了做显露你发安得了什么当佛的心，因为要发这个清净，就为了这当中呢，要安怎安会行，要怎安怎，这是在问这个问题。哦，所以这个物件啊，哦，必须爱成功的清楚，无咱看到这大当中呢，咱是真正啊，哦，就咱就在讲这就好了吼，啊，所以咱是变成啊。变成一种的怀疑吼，啊，你怀疑的这当中呢，咱就变成这个咱就交流的时候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讲到当地是经不可思议，各国也不可思议，经不可思议这个经济，哦，各国也不可思议叫啥？叫成果，因为你这个经济什么经济？你生的做什么做？按照哪意思？是经过不可思议，要这个经济；各国有不可思议，
这个成果，你今日离代生活，清净过，你已经成佛、成菩萨、成大成正理。你小乘经典，你个清净这正理是什么呀？是小乘正理，伊心的是原来是这正理。哦，那是好的正理。哦，你修习善法，修善法，你敬阿人敬别对不起。十搞不好欲界七界都无七界，你是正的四善八定，是正这当中，你们正着逃脱，这物件无上正理你就比较无可能。所以佛陀来讲，伊今日这部经典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经典，伊用一个不可思议啦吼，咱用着一个较切的这个经义。你看经济，所以经济不重要。哦，经济对，所以因为你出的经济是经济，所以希望讲，今日咱每个人的希望，有种真正规矩的物件，那个烦恼，那个了解，上课背的，背起，背起，你今天背起了后，慢慢，咱这条开始意识，这是咱大家建议。因为对伊来说，刚刚实际，咱要学的物件，甚至现在计划要学的物件，尤其你做材料，叫材料经济清楚一点，山东一点，你写经典物件，迄个合成啊，我这有去检查，合成，我在讲合成啊，你合成啊，那是太难，无合成啊，真正啊，不来成绩都好个，迄个清楚是4点钟，不可其他讲讲你。你讲台语听无，我看啦，你拢听无，你讲台语纯在听无，但是青岛去到遐那边6点钟，我讲好像若去了我去遐有功夫，若真正无法做面去遐有是，咱而家讲下下面岛，咱老师啊，后边迄个，你想讲迄个啥，迄个主任啊。王主任啊，王局长的啦，说真都管很好舒服啊！你没有王局长请，你不晓得怎嘛？你还讲我假吼？你王局长那个做呀，我借这个机会，你要讲我这经验，让我做哪里？所以这个葛老师姓葛啊，那个诸葛亮的葛啦，诸葛亮的葛老师。然后讲呀，我落来了后，是把这个葛老师把我讲，葛老师伊嘛是生意做，你不是事嘛，所以今天到时我才了解，我想讲，真正要什么代表？因为有我代表是大乘佛法佛教，你像泰国，马来西亚，还是印尼，还是柬埔寨，东南亚那种小乘国家，小乘佛法的国家，所以伊也非常比较简单啦，比较简单啦，真正也非常像台一样，又非常台一样，有人考到我，非常台一样，非常简一样，请学大学到台一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唔做别个嘅，我真系睇到所以呢，小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他们不会他们，怎么才叫大乘佛法？所以语言怎么才叫进开始，一直要空翻，但进都翻啦。你哪怕人家比那个材料上的文献基本上的构成，这样很好做。你进来讲道理要冇去，预备了资料。你像我见我就发觉了，对不对？我而家推动国学啊，中国文化，你一贯推动国学文化，所以你要有说，基本是引力掉了，你真的要有东西讲，这是以外上下，是发表感。所以讲呢，到这个所在这讲到了毕竟这大部分在这当中是因为跟我上讲。因为那个性情会改会变大科啦像老鼠进入第三大科，第三大科会显
来那进正啊，一分，目前14分，这个到17分，进入较长，那这来做应该就是作品啦吼，这已经较长哦，17分，加14分，哦，这2分，究竟如何看上这边，这较长吼，就是安吼。啊，然后那个这收看，啊，你这直播然后跟大家做分享。啊，有人讲金毛经你这当中无啥人，就是讲拢想分享，吼，大家拢想分享。其实上咱我感觉吼，是因为咱是直接来听，咱是直接来办物件，吼。办物件你袂用讲袂用讲好紧啦吼，你大家真正嘛无讲互相的勉励啦吼，互相的激励，到互相的鼓励啦。大家做到些，做到我来，那好像那同情了然后，真正咱就较懂，捌讲物件，你最起码咱捌讲物件，捌讲物件，咱若去。到大家去到这个所在，咱就讲最好的。你若做几道嘅，你会感觉呐？你做欢喜嘅，好啦，我就去学，对不对？你对我做做得嘅，你若无今日无去学，咱来问这个经济一般，你都唔捌，免啦。所以以前讲，咱人咱实际上有学，但是咱拢无办物件。这是做得太啦吼。所以你若去到中国大陆，你若领导跟政府听听，伊就包括这个你相信，我无骗你，就包括这个你相信，因为伊拉金融经济才告诉这个经济是正宗的，当然呢，就是很好。所以咱讲到这个所在看什么两位先分享，先分享到我。前面讲到我。没有关系啦，我把这看完了。第三，我再去看看。